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选举到呾，你心情敢好嘛？咱看到人讲台湾选民是真公平，总统、国会三党拢有角色。未来《三国演义》的国会最后胜利，敢是咱人民的？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师大政治所教授曲条雄曲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安安。那么第二位台湾特力策进学会的秘书长吴建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政治评论员吴益中。主持人大家好。第四位资深媒体人谢和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首先呢，让观众朋友来了解一最新的进展。总统大选才宣煞，南太平洋的邦交国诺如就宣布甲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咱的邦交国只剩12国。咱国的这个外交部长表示，为着要维护着国家尊严甲主权，全面性来停止双边的外交关系甲合作。这是算做和赖总统一个礼物嘛？那么后手，咱会继续来进行着讨论。所以，咱来关心着未来的新国会，三党无过半，民众党有8个立委，会当造成着关键的招数。针对着2月初1立法院长的选举，民众党8个立委召开着记者会，提出了新国会的改革，包括着修法建立着国会听证的调查制度，强化着人事动议权的审查等等诉求，要求纳入两大党，要具体回应着民众党的诉求。美国理事大选结束，民众党政党票得到超过304万票，得到80个无分区立委。新国会即嘛是三党无过半，民众党是关键的少数。也看到2月初1新任立法院长的选举，希望会当摕到院长的宝座，变数真大。这个未来的朝野之间，那我们会很审慎的来考虑，怎么样用协商的方式，用对话的方式，可以取得更大的共识。一个就是加入在野的监督大联盟，另外一个加入在朝的执政大联盟，那他就是变成执政的一份子。民进党所做的事情，他完全要概括承受。那入去抢会，民众党是有决定权。在其8位无分区立委开记者会，说明未来国会议事运作的原则，也表达对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的立场，要纳入次考题，要求爱提出4大具体承诺，包括伫第1会期承诺修法建立国会听证调查。承诺第1会期修法强化人事动议权的审查，承诺伫第1会期修法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并且承诺定期公布相关经费的使用，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请2大党有志于国会龙头的人，先清楚的交代你国会改革的蓝图，具体的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这4个承诺。你的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先出考题，就看他要不要回答这个考卷。等到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的答案之后，我们会再讨论下一步的动作。伊若是不是要求纳入伫你当时以前爱表态，而且若是无表态，下一步是不是家己提出人选？不过强调，因为2月初1就要选正副院长，民众党重新立场，改革比为更加重要，希望2大党赶紧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会使讲哦，总统选了吼，实在讲国会的条件甲赖总统的条件不小吼，随着人啊，甲你出考试管啦吼，讲吼，恁若想要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的人，恁来先回答阮的问题啦吼。曲老师你睇下看吼，因咧讲的拢关于着透明，关于着这修法。那么其实哦，后手还佫有关于着因为政见，有的三党的政见拢无啥共款吼。这头一关就是正副院长的这个选择，但是伊也讲啊，伊讲哦，位置无重要，意思是讲伊也可以讲，伊拢不爱参加，
伊也无爱甲恁两边斗。柯老师，你以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啥物？我是安尼讲啦，即头拄咱看到民众党因开迄记者会所讲的，迄张考试卷吼，迄毋是要互赖清德回答，哦，迄是要互国民党的韩国瑜。做班长、副班长的啦。对，国民党韩国瑜，也是民进党，还是刘锡坤，也是看啥物人，哦，想要选院长的啦，啊，因为这伊头拄讲的这4项吼，基本上拢是因立法院内底立法委员咧行使因的权力行使啦。啊，因的管理要安怎做的时阵，因即马提出一个新的几个主张。第一个，我感觉嘛真重要，就是国会听证的制度啊。咱到目前为止有甚至有嘛是有听证啦吼，但是咱即马的听证无算做真完全啦。啊，第二个就是讲要强化说人事。同意款，因为同意的时阵要安怎做？这点就是较新啊，这点有影这个完全本来无嘛，因为咱国的基本上咱的宪法是立法院院长的提名权伫咧总统啊，但是伊的内阁的阁员的提名权基本上就是行政院长甲最多总统同意啦。啊，就差不多就是安尼，甲立法院无关系。但是即摆伊即摆提出来，即摆伊提出来，伫可比咧竞选的过程中间嘛是有讲过啊。所以咱对遮就看会出来，讲后届的立法院吼，基本上民众党的影响力是真大，因为即摆上大党是国民党52，应该是算54。对，有两个无党的迄两个啦，较我国民党，但是咱讲莫讲54啦，哦，52+2啦，哦，因为这两席有要互你加无一定，哦，即马来就是民众党这8席，哈，以我对民进党的了解，对柯 P 伊的性格的了解，伊无可能讲。我规个民众党吼，看是要嫁互，规拢打而已。规个要打落，看这是要嫁互民进党，还是嫁互国民党？伊袂嫁，哦，伊一定是看议题，看办事，看议题，啊，就是讲这个议题，伊感觉讲应该国民党的讲较有理，伊就甲国民党讲。若算讲伊感觉讲民进党讲的较有理，伊会甲民进党讲。啊，伊无可能讲完全了没有，规个拢拄好。但是这议长甲副议长，咱先来讲，头老师讲的，就是同意权吼，因为刷来还佫有这大法官，大法官应该是在蔡总统要下任进前，伊都要提出来。对。但是这大法官的同意权，伊本对就是立法院当然同意不同意嘛，所以这应该是较无关系。大法官我感觉较无关系，因为佢基本上是立法委员咧投票，本对就投票，本来都用投票。即摆我是讲伊可能内阁诶人事同意权，咱内阁即摆无，咱宪法无讲立法委员有内阁诶人事诶同意权。这要改较麻烦哦。这是无，伊修改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就会使啊。但是因为我安尼讲啦，宪法无禁止讲你袂使安尼做无，宪法有讲恁大法官的提名甲同意，迄是立法院爱做的。你袂使讲咱卖做，咱卖照宪法讲的安尼来做，安尼是袂使。但是宪法无禁止的，你会使做。我加一个庭词嘛，我伫即马任命的庭词内底，我加一个讲，我立法院对倒几个部较重要，比如讲国防、外交、大陆委员会还是经管会我对较重要的部分我对伊的人事你爱来到阮立法院的3个党，莫讲直选，你3个，即摆我看伊咧选举的过程当中，咱柯 P 讲的是讲重要的委员会的人事案，我们可以召开党团为单位的听证会，伊较早是安尼讲，但是咱即摆职权行使法内底无安尼规定，所以你可能爱去修法，对，爱修法。伊即摆要求要做院长的人，我若阵提案要修法，你是要同意还是无要同意？你无要同意，歹势，阮的票8票无要互你，那看恁两个要选的大党的代表。
你买无？哇，大家变车动物呢？来，吴老师是。透早民众党因有开一个记者会，讲四大条件。这四大条件内底听起来拢非常的正义。咱看到是讲，譬如讲，就简单，你在审查议案的时阵，到底有要回避这利益的这个部分，这听起来最正确，绝对无问题。但是对一个政党有法度做到，伊即摆出题目给两大政党。那所以大家在问的问题就是讲，其实你若有法度做到，你就家己送家己的人选出来。其实伊今日开这记者会是回避一个问题，到底伊有要家己送出家己的人选出来无？也就是讲，咱看到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到底有要甲白营合作无？这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我相信对民进党也好，对国民党也好，其实因到底有要安怎合作？其实我阙老师嘛有讲到，就是讲用议题来合作。但是咱看到是讲，这一届是要选院长甲副院长。所以这已经无啥物议题部分，这就纯粹的理念到底会合袂合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头一个部分，就是讲，若是有要内容吼，就是讲因家己有要杀出人选出来无？因若是无要杀出人选出来，基本上就是内容吼国民党来当选，因为国民党即摆52+2+3的这个部分。若是讲。伊若是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对民众党来讲，这8席全部拢是不分区的立委，也就是讲，伊若失去掉伊党籍的这个部分，伊就失去掉这个立委的这个资格。也就是讲，咱看到讲，即摆民众党就是一人进党，也就是这个党主席有法度决定讲，你这个人到底是毋是我这个党内底的人选？咱看到是讲，咱伫败选迄一暗。咱看了大问题，伊讲啥？伊要4当了后，要甲国家献互人民，也就是讲，伊4当了后，伊就是要去选总统。伊要选总统的时候，伊敢有可能去一个立法院内底出现另外一个太阳，也就是讲，民众党内底是毋是出现2个太阳这个问题？所以对伊来讲，立法院内底若是出现另外一个人选，比如讲，伊去甲人人做副院长还是院长拢好，伊就安尼对民众党来讲，到底上是？老师，你可想过遐去哦？这绝对是爱修的问题啊！因为民众党咱知影，伊讲做2当尔嘛，所以你2当了后，你就爱入来。但是咱看到对民众党内底有几率吼，嘛有其他议题，这根本就内底是一个咱讲拼装车的这种概念。因内底到底要安怎整合？因已经讲啊，要团进团出，但是要安团进团出，因无讲因到底要安团进团出，因为对即摆来讲吼，老师，咱整理者，你的意思是讲，如果民众党出现一个副院长，未来变成甲这个郭文哲来竞争的角色，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譬如讲是黄国昌，还是黄珊珊。安尼哦，我要来问黄老师，黄老师，你认为这种情形敢会出现，变作2个太阳啊？民众党的跟月亮初一十五无共款，所以你即摆就排去预测伊未来是安怎。但是会使确定一项代志是，伊即摆真正是有够摇摆恰呀。选后的第2天，你咧政论节目就咧讨论民众党到底要叫谁合作。你看伊的口势，我想讲唔对咧。国民党摕到52+2是54席的，民进党是51席的。结果今日所有的媒体焦点拢是迄个8席的，伊甲8席做甲上大呢。你有看现无？即摆大家拢爱买伊的单呢。今日赵少康先讲啊，完全支持，完全支持因的4点，佮加一点承诺，就是讲赵少康嘛已经配合啊。我相信因这个声势吼，最后其实就是要交国民党合作啦。这道理就简单呢，因为我今日在野党，我就是在野对这种我才有炮火，我才会使表现我的迄个角色。我若去交国民党，我若去交这种党合作，我就无迄个 power 啊。所以你看伊今日提出来这几个议题有无？我人事同意权啊，什么议案透明这寡有无？这其实就是针对即马外口大家对民进党过去这8年吼，因为国会交立法，国会交总统拢是共一党，所以这个监督无够力，这个监督无够力，交民进党拉偌济票，拉300万票啦，点伫遮啦。所以也是到即摆佫无了解这个道理吼，佫咱护航的吼，你即摆就是害死民进党啊！民进党上惨的时阵，咱讲除了2000年阿扁也去怪以外，就是2008年嘛，2008年伊敢有惨无？迄个时阵佫有投扁案有惨无？迄个时阵佫有40几%呢，40通趴，啊，即届偌钱就偌济，40%呢。
听讲是对2008年迄个时候，民进党上惨的时阵，你拍到即马过这种8年了以后，你敢若摕到2008年的票呢？啊，你有啥好欢喜的？搁有一个人在那当做家己赢，啊，你唔知咧创啥？我是看这艰苦的呢。老师，咱讲实在话啊，输到遮济呢，300万票了了，蔡英文的800万票。你认为讲拍登去原形啦？对啊，拍登去原形呢，因今日只是蓝白有拖，因无蓝白好的，因为当初是迄个柯文哲卖去踢破面，迄个6点协议了以后，因若是真正遵守以后，歹势，今日做总统的都毋是偌心着安尼。大概知影代志的严重性无？唔知，佮当当作家己当选啊。咱看的是未来，毋是看刚才选到一个总统，敢若家己足欢喜的。咱看的是票拢了了啊。所以无去检讨这种代志。老师，你安尼咱停在遮吼，你的意思是讲，因民众党你的预测是应该是会甲国民党来合作。伊罢免的嘛，伊就是要，伊今日就是要，互你国会到最后以后，互你执政党更较歹看，因为你今日才摕到4成的选票，你敢唔知？所以虽然咱保着咱的总统叫咱的行政院，但是未来这个足落实这个行政权，会互因这个在野党的联盟拍甲密密麻麻，这才是大家烦恼的。而且因即摆，所以你知影这样代志才是重点。即摆跟你讨论讲，民进党敢交民进党合作，这较歹啦。人就是要甲你坑乌甲变过，乌甲你家己拢唔知影，你坑样乌了了啊！啊，跟欢喜啊讲，啊，我们也可以跟民众党合作，是要合作啥啦？人家你就是要甲你乌到有村。老师听起来足悲观的吼。我是感觉足愤慨，我感觉其实有机会会使讨回来，但是。佮即马是佮伫歌舞升平，当作家己拢有选赢啊，选赢足欢喜的，歹势。安尼后回唔但干后回县市长，啊，佮后回总统，全部拢会去了了。哎，何是？民众党今仔姿势足悬的啦，吼，伊敢是我是未来政局的裁决者，我是老师，你两个爱回答爱回答我的考试卷啦，吼。我感觉姿势悬无效啦，因为无人要参与嘛。哦，你讲民众党该要甲国民党夹，我先讲伊今仔讲这4点啦，吼，尾仔迄2点拢大家拢无意见啦，吼。第一点，你讲听证调查权，另外你无调查权呐，你有调阅权尔，你是大到比大我看较大，吼，调查权你会生出来，较有可能，吼。第2点讲人事权呐，吼。我讲你即摆若是讲考试院、监察院这些宪法里面规定的，你讲我程序要较长的、较完备、较仔细的，迄是无问题啦。吼，你讲其他的人事权你要安怎生？起码你看 NCC 中选会没有做，它都在组织法里面。吼 ，NCC 中选会检察总长，吼都有，但是这些都是独立机关，吼。不是独立机关，你要去说，你要说外交部长要有同意权，国防部长要有同意权。你会有违宪的问题的。哎，这就要早期跟宪法发定的。这个会有违宪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说，你逐工咧讲内阁制，啊，起码做的拢总统制的代志啊。这种人事同意权是总统制的特色嘛？你不要乱夹啦。啊，你讲国民党不要乱买单。第二个你讲蓝白会夹不？吼。第一个就是说你姿势遮悬，我为什么要买单？吼，你讲要支持韩国瑜无？吼，民众党的讲法一变再变，变来变几届啊！吼，啊选了第一天，林涛就开炮骂黄珊珊，黄珊珊就讲你诈赌，吼！你即马国民党是倒一个人敢讲，韩国瑜你看黄珊珊要加一无？倒一个人敢讲这种话啦，吼！今仔的状况是讲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伊那是不是最大党？另外一回事，你万事拢爱看民众党的脸色，吼！我即摆国会最大党，我会当拼第2轮啊，对不？我为专用我为什么要被黄国昌牵着鼻子走？吼，过来，即摆我国会最大党，卖讲说被黄珊夹，无人甲开这个嘴。第二个，国民党内底一寡资深的立委都对你咧想啊，我甲韩国瑜做伙过啊，韩国瑜即届对国民党来讲有战功，吼，要不过嘛有人讲你甲科比我伤近，吼。海湾安尼升价安尼真困难，所以今麦有多一个人来讲，因为韩国一定要做议长，一定要做第1轮过半，所以我们要热脸贴民众党冷屁股，无人会讲这种话嘛，吼，你可爱想未来，吼，今麦以科批今麦的状况，你控2026年一定派杀一大堆人出来选，吼，2028年嘛要选，你今麦跟伊合作。吼，你2026的到时阵要来拼赌，你对啊，你2028，卢秀燕再跟韩国再跟够拼一摆，再跟柯文哲玩一次君悦饭店分手擂台吗？
较有可能。所以今麦国民党的主流氛围是讲，我要插你，袂使将处分道扬镳。你要我车嘛好，啊你要做家己嘛好，我做我家己爱做的，我本来爱做的，我就爱做，好，我不会让你牵着鼻子走。今天柯文哲为什么可以，民众党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下决策？因为哪一个车拢讲实拢选啊无好嘛，吼，拢一寡检讨爱做嘛，哦，未来要安怎？你讲即摆民进党上有迄心情去讲立法院你有安怎？国民党嘛是同款啊，虽然是你韩国瑜，党中央跟党团之间的决策核心到底要怎么产生，基本上都唔知嘛。新的立委讲拢捌开会过嘛，所以伊无法度甲你讲，今仔就来讲我要做啥。啊，柯文哲是因为民众党赵少康就讲好，赵少康就无立委啊，对无？啊，柯文哲是讲伊即马是一条边嘛，吼，我民众党第一我是赢的，吼，你两党拢有输赢，我是赢的。我总统选了水，我立委是其次成长，对不？啊，所以伊即摆就让讲我即摆就改讲立刻上攻，对啊，只有你有办法这样子，别人都还在检讨，伊那话都做这，要不过你看迄氛围是讲哪一个车拢无卖啦，车即摆嘛是我是看人讲绿白合啦，要不过你要看想讲绿白合。就每当只是立法院长这个，你要变成执政联盟，不会啊，什么？那个刚提出来，更加困难哦。你得看黑蓝白合，去准柯文哲的要价就长成这个样子。你要绿白合的时候，黑要价只会更管。你该会看紧。所以我讲，尾啊是讲哪一个车哦，拢做家己啦。你甲国民党讲甲安尼讲了，哦，敢若。本来就是啊，要价一定管的，我是稳定的多数呢。我是互你稳定的关键呢，迄要价一定悬的啊！迄阵甲阿北选调就甲国民党讲，我的经管会，我的主计处，我的财政部，吼啊！起码甲你讲的只有更多，不会更少啦。迄是要哪来看呢？所以尾仔是哪一个车拢做家己嘛？立法院对因来讲，较有较重要。我法案要推，我的法案让过，吼，我预算能够审，对因来讲较重要嘛？你韩国瑜做不做立法院长？好，对其他立委来讲没有那么在乎嘛。反正伊嘛3点以后才出现。不是啊，讲那有个人偏见啊。好，无啦，我是讲有人安尼讲啦，不是我的意见。啊，但是你坐咧遐，而且对国民党来讲，好，以韩国瑜对立法院的不熟悉吼。你坐咧遐干一定好，我就讲啦，很简单啦。这你讲不是我讲的。不熟悉，我讲是不熟悉，他对立法院运作真的是不熟悉。再一个就是说。3党不过半哈，我一直讲3党不过半了哈。其实这是第一摆3党不过半，以前都唔捌过啦。1995年的大和解咖啡是国民党脆弱过半，好，迄阵是就是行过新的施明德，好，加新党人喝大和解咖啡，讲哦原住民立委票，好，几啊，挖了他们票才会刚好过半。迄届无选调就是国民党脆弱过半嘛，好，这届是第一届3党不过半。你得想看卖啦吼，你叫韩国瑜坐在那个地方去协商这个结构，我跟你讲这个结构哦，王金明可能有法度啦，你讲其他人哦，我讲拢无法度。你叫那个游锡堃来，嘛是无法度啦。我这你有够拍做的拍做。所以即摆应该是无人想要做吗？柯老师，佫较歹做嘛是有人要做，哦，为什么呢？因为那我做一个来形容一下，这就敢若有一间大家庭，足有钱的嘛，要想要嫁入要嫁入要做新妇，偌济。虽然讲做新妇无一定好做啦，人饭碗歹芳啦。哎对啦，啊但是想要做嘛拜拜嘛，对台北市拜甲上少嘛拜甲桃园去，对无？这嘛共款，113岁，我看上少有咧下的吼，有咧下有咧想的。上少嘛，差不多10个啦，有咧想的啦，有咧想的啊，但是啦，上有机会是韩国瑜啦，啊个游锡堃啦，吼，这2个是上有机会，这无问题嘛，吼。我头拄有讲着，有讲，我即摆佫讲一摆，吼，就我所在，我说，因为我甲柯 P 啊，因遮的人我有接触，吼，所以就我所在，啥物人做院长，啥物人做副院长，对因来讲无遐重要。所以头拄何里有讲着，为什么呢？因为立法院院长哦，你就是主持会议嘛，落来瞧嘛，伊对政局来讲真重要，但是对咱讲管理来讲吼，
无咱想遐多，无遐大，有啦，你嘛唔通讲伊无啦，哦，啊，但是无大家想的遐多啦，总统上大啦，哦，再来就是过来就是行政院长嘛，但咱大家都拢知影嘛，吼，你过来就是咱立法院院长吼，但是立法院院长伊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头拄互你咧讲坐伫遐有无，坐较坐好官员吼，但是讲有偌大官吏。讲实在的，有限啦。所以老师你认为，搁有一个副院长，迄副院长有敢若无的？咱讲较歹听的吼。若阵你头拄讲的，讲3点院长才来吼，3点以前副院长有代志，哦，3点院长来上班啊，副院长就下班啦，哦，就下班啦，无啥物代志。讲我头拄讲着啊，你叫民众党讲，我即马就自问，吼，我叫你民进党，互你做细汉的。哦，啊是我搁嫁互你国民党做细汉，拢免想，我即摆就会使甲大家回答，免想，无可能啊！伊一定是按照法案的性质，哦，我头拄讲着，你国民党讲的较有理，法案内底我讲法案吼较有理，我甲你合，啊，民进党讲较有理，我甲民进党合。所以若按照安尼看，应该。立法院长也是副院长，应该是完全无怀疑、无疑误，就是国民党的正副院长拢规拢第二。无一定，无一定，这就要看你国民党有要来谈，有要来咱讲看卖嘛。头拄人恁则互你头拄讲的安尼吼，我无要插你啦。阮家己说，阮家己啊。我国民党我家己投，我就赢你啊。是啊，你家己投，你投看卖嘛。我无一定啊，咱民进党嘛可能会来讲啊。我对民进党，那照老师安尼分析，民进党感觉讲，我行家己的路。我行我家己的路，我何必要欠你一摆呢？是啊，你两个大党拢安尼想啊，你无要紧啊。我头拄讲过啊，我本来就无民众党的代志。我即马8成诶，8成是偌济？大家咱拢113呢，8成百分比是偌济？7%。我要做院长我好想讲要做副院长，卖啦，迄是假想的啦。尤其讲两个大党，讲无要插我，无要紧啊。我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是啊，嘛无要紧啊。恁两个无恁去小输赢嘛，无我的代志嘛，吼。要想讲我甲你夹，还是我甲伊夹，来换一个。即摆出个人咧讲，民众党想要换一个副院长。我甲大家保证，这个袂发生。头拄恁两个讲的，迄两个拢袂。黄珊珊，我去做副院长，我等于讲我这支喙若向尖头天起来。黄国昌尤其是安尼，黄国昌上大，伊去大炮无，伊支喙讲咱互你做副院长啊，甲你天起来。黄国昌就要变做黄香昌，对无？伊袂无，我甲你保证伊袂。我甲你保证伊袂，所以讲这一些个副院长，立法院的副院长，讲要甲无意思，要甲民众党的喙甲踢起来，吼，讲你着嫁我，互我做细汉的，吼，你是讲互我做细。你答案就真明显啊，迄无可能的代志。来，王老师，其实吼，咱知影伫立法院的院长甲副院长吼，其实过去8党内底吼，咱上重要就是国会外交，所以足侪。外国遐迄款立法院来甲台湾，拢一定去看咱院长甲副院长，这是绝对是咱院长甲副院长，这是足重要门面。但是我感觉啦吼，就是讲民众党到底要爱啥？其实伫立法院的运作内底，其实委员会、招委的排案，这较是上重要。你若8个委员会内底，我都可以抢下1个、2个，还是几个这个席次。这对安怎排案的这个部分，对伊就就有利。所以我是安尼看啦，头一个就是讲，伫立法院内底，若是讲民众党无提人选，基本上就是伊礼让互国民党，因为国民党52+2，民进党就是51，这个一比就出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即摆送去先去，比如讲跟蓝营还是绿营，送先去找民众党讲。若是讲了，连讲若是两边踢破面，尽量拿力伫军乐即场安尼，
以后就变做小美本。哦，吴老师，你甲我讲甲就乱混混的，伊拢袂走票吗？我因团进团出嘛，啊，伊若是走票的时阵，讲一句长长啦。何志，你认为呢？无啦，我先讲啦，都徐老师讲的，我先补充一下，因为院长、副院长基本上是不咨询啦，好不咨询，所以就是徐老师刚才讲说嘴缝起来是这个意思啦。对，哦，另外吼教委吼，迄个较无可能，因为立法院的立委的席次分配是安尼，你一个党吼，你若有8席，你就每个委员会1席，吼，你每个委员会只有1席，你不要做教委。招委的状况跟，因为他现在的国民两党的席次是差不多，吼，招委只要1/3强就会当选，一个委员会2个招委，1/3强就会当选。两个人投票互你。所以我棍家无好，你甲你民众党讲，我家己等好，我家己我就过啊，我让你。嘿，想都没想啦！国民两党基本上都不弱啊。招委你是想都不要想，8席团进团出，在院会你还会有力量，好，或者说朝野协商你还会有力量。要唔过我就讲嘛，国民党即摆袂起来讲嘛，我简单嘛，我提一个法案，你要支持，我要支持准线嘛。我就跟你讲，你起码是小绿嘛，对不？比如说我今天就有听到人家讲说不在籍投票，你要提不？啊，国民党那提这，啊你民众都要支持不？好。啊，是法案要过，是我要过才会过。你8席讲的天花乱坠，再有道理，吼，我同意是袂过呢。是你啊，民众党现在的姿势是说，我现在是关键少数，你拢来找我，吼，要左右逢源，起码总共是来甲车拢无要插你啦。或是你按照你安尼讲，变做颠倒变哦。是颠倒变啊，起码来甲车要甲讲无？我讲车要甲讲，绝对不是讲一个院长尔。你爱讲迄规包的，你才有意思嘛？无你讲这院长要创？你选上院长表决还是输啊？所以赖总统讲我要甲在野党来共襄国事，对，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啦，我讲迄就开一个意思尔啦，开一个意思啊，迄甲联合政府是差远的啦。你即摆我即摆民进党你讲游锡堃搁做院长啦，吼啊！你做院长表决嘛是输，啊做院长要创啊？对不？除非你能够结成一个固定的一个结盟，稳定的得数。啊，你才有意思嘛？嘿，那不过你今麦看就是无可能嘛，无机会啊！民众党嘛无爱啦，吼啊！你讲卖讲，你不久前才把他骂成说你是太阳花的叛徒，吼！你今麦甲我讲，你要来甲我支持，大家上会让开嘴。无一定哦，有当时我他说黄老师讲有当时民众党。敢若吹115个月娘哦，敢有可能？伊安尼才有主体性。讲啊歹听，伊才8席呢，伊顶个5席，即届8席是咧话摇摆，但是因为即届两党无过半，两个大党拢无过半，才有互伊摇摆的空间。我其实伊虽然即届总统选了袂歹，但是伊的部分区其实5到8嘛，才加3席了呢。迄3席是咧话摇摆，迄无啥物摇摆呢。所以你了解，但是对伊来讲，伊会使因为利用这两个大党无过半这个空间，所以伊会使不断的倾诉在媒体的焦点。所以你讲你叫你媒体拢去甲夹啊，但是伊会使凸显强大，什么大你敢知？伫咧国会内底，尤其在野党，干到民众党造在条监督民进党啦，你国民党根本就无效啦。你虽然你有54个。对伊来，吼，伊即摆好不断有一个吼，即我选民一个印象就是讲，这54个根本就无效，因8个是强的啦。柯文哲当初讲嘛，柯文还韩国一个赢5个嘛，哦，即摆迄个一个5个伫内底，佮加即摆新的迄7个，因即组因为凸显讲因足强的，而且互迄个选民当初是打迄个少年，尤其是即个少年人，伊感觉讲哦，当初是选择是正确，阮选到即个足强的，颠倒是国民党无效，啊，民进党就是迂腐。即摆民进党甲国民党拢是去用拍做，互少年人当作是一个迂腐，是一个体制的，啊，家己拢唔知戆好呆，民进党更唔知影家己迄票用到了，佮当作家己胜选，啊，国民党佮推，你票用乌到要人家咧开始逐工咧乌你的票啊，国民党即届选的佮比民进党佮害，伊不管是总统的票佮政党的票，拢比顶位佮害佮惨。啊，佮唔知影情况，伊即摆是因为伊席次变54，因当作赢，但是你54对倒来，你敢知？对民众党遐来呢？迄是伫咧地方一寡蓝白合的所在，蓝白因为迄票其实毋是要投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迄是要投柯 P 的。啊，因为投柯 P 了，因为迄边伊个区域立委伊就无民众党，伊就顺便投你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今日席次暴增，是因为民众党伫迄边因无提名，所以民众党其实你看，民众党有提名的所在，国民党甲民进党就无遮好，所以有诶，你比如讲台北市万华区。是吴佩仪过对无？毋是伊票济，迄是因为虞美人票济。
另外一个宜兰民进党过陈俊宇过对无？迄毋是伊票济，迄是民众党陈文慧票济。所以你即马知影第每一个选区区域的选区，迄拢是民众党决定谁会使赢呢？伊无迄个材料伊家己赢，伊专输嘛，伊知伊食包括柯美兰专死对无？但是伊迄知伊食会使决定上互因过呢。所以胜输不足啊，败输有余啊。所以民众党即摆佫得一个优势，什么优势？你敢知？即届毋是就在5.5基战区，因一寡少年，比如讲因。台中嘛，本来是几个少年的，有3个少年的因为过对无？这3个即摆惊啥？惊民众党，所以因未来结果会伫国会交民众党眉来眼去。为什么？因为伊若无交民众党眉来眼去，4年后要选举的时阵，伊稳死。我感觉斗败，不是啊，因为我即马吼，那是跟民众党合作，因为第一个国民党这是新人非常多，这些人要表现，吼。我如果跟民众党合作，拢看黄国昌姐的表演呐，我跟你讲，新人都死了了。好，你就是勉强，你像涂全勤也千几票，叶元之也2000票，你这个那是无做好，你后摆要怎选？好，你即马甲柯文哲搞，你的表现空间就无啊。第二个，你今天什么都靠柯文哲，后盖你就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另外就是说，你来看台中虽然柯文哲有斗相共，吼，要不过迄是卢秀燕的人啦。但是即摆听讲蔡壁如已经是离开着这军组，就无伫内的军组内面安尼。不意外啊，遐是卢秀燕的人，所以你起码你去帮助柯文哲，就是跟卢秀燕为敌嘛。那有可能去讲，两位拢在鼓吹，即摆开始大家就乱的。这个就是安尼，遐都是第一个，他们自己要拼连任，希望拉高自己的声望，不能被黄国昌盖过去。有听到无？这个国民党新调选的候选人，你著要注意哦。这两位咧讲，你著要行家己的路。民众党一定提遮侪人的啦。啊，你起码讲，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当选都维持在柯文哲的善意，伊迄变来变去的人，你敢有法度？哦，这敢若迄个民国初年的时阵，毛德讲以个人身份加入着国民党的感觉的吴老师。是，因为伫民众党内底，其实遮个人吼，除了黄国昌甲黄珊珊靠正道的以外，其他其实拢是新科的立委，所以要看镜头，其实咱嘛看到这款嘛是足青好的这个部分。新生面啦，就新生面。啊，后壁你伫立法院内底要去问政，要去提出议题，要甲上合作，这边安怎有主导性？其实咱看到，当然伊即摆有8席的立委，所以伊后壁就当持足侪迄款助力来帮伊找这议题。但是议题愈侪的时阵，因对着到底要甲国民党合作，还是要甲民进党合作，在这个时阵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出来了后，到底要上来整合？这其实对民众党来讲，绝对是一个足大的考验。所以大家咧看是讲，因到底内部这款路线之争，到底是安怎？因为过去一寡小党到尾啊，就是出现讲，你到底要甲主流的政党来做合作，还是要甲迄款在野党的这部分？因为我后知其实讲了无毋对。即卖民众党伊就是家己感觉讲，伊就是真正的在野党，不管是对着执政的迄款民进党，还是伫立法院多数的迄款国民党，其实伊拢家己当作是一个所谓的迄款在野党的这个部分。啊，若是讲伊即个时阵，伊讲过去拿甲绿白烂，啊，伊即摆若是去甲国民党夹，还是甲民进党夹的时阵，伊要去对着伊的选民，对着这少年的来做回应，所以伊袂当去甲这人夹，所以伊这都要干来等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来甲伊讲。但是即摆国民党啊，还是民进党，即摆足惊一件代志的，因为柯文哲这个政党会变来变去。老师，你都要讲较简单的，无咱的听众朋友已经火起啊。对，因为因就是安尼，互你火起了后，伊较甲你讲，就是选阮较是上正确的答案。这就是策略了，这就是策略啊。哦啊，有这种，柯老师，其实哦，咱对政策来看吼，日后啊，我感觉啦，我有整理起来吼。随马上会出现着3党无共款的主张吼，彼此之间呐，有的我甲你会夹，有的我甲你主张无共款吼。咱来看国民党吼，因的主张啊，首先两岸关系，吼，关于着 A 克法这件代志，这头一个。第二个，哦，马文君伊佫来啊，哦，这唱水干的医生，我佫来啊，哦，啊另外。啊，佫有健保，大家怎么讲健保爱优先来处理？哦，佫来福龄，
发能、用电，尤其吼对着台电的亏损，这项代志，这两党拢有咧讲。你认为倒一个有先可能来先爆发着战争啊呢？爆发着战争啊！我看下应该是伫咧健保的代志哈。健保，因为先开始讲，因为健保的代志无袂使搁拖，袂使对，足危险的。哦，所以健保政府嘛会真紧张啦。啊，另外一个嘛是共款，劳保基金啊，劳保基金哦，伊迄嘛是真麻烦，但是可能比健保有较好淡薄啊。哦，啊，这拢是马上要解决的代志嘛。啊，你虽然讲每一个党拢有讲，阮哪阵当选，阮对健保要安怎做，但是实际内容拢无。就歹巧的咧。不，实际内容拢无啥物，拢无讲到，无啥物实际内容吼。啊，这就是靠即摆咱算出来的国会吼。你不管安怎讲，民进党你是即摆是执政党嘛？哦，啊，你健保要安怎改善？尤其是无即摆，因为不管即摆啥物，不管啥物人执政，拢无啥物敢讲我要增加费用，要调高费用，拢无啥敢。哦，啊，你甲我讲一个办法啊，不调高费用。啊，但是健保会使改善，尤其是健保的财务会使健全。不，看卖试看卖，看有法度变魔术。一个价啊，有法度。试看卖，看有法度变魔术嘛无嘛，对吧？啊，你若准无，啊，咱头拄拢讲对啊嘛，民众党伊8席尔嘛，你无可能靠伊讲8席啦，我提一个案哦，我来解决，无可能，你一定是大党，尤其是执政党嘛。因为你赢啊嘛，所以就亲像何其他所讲的，变成颠倒病。我民众党，我若有想要做啥物代志，我就必须要去好声好势，去甲因这两个大党讲，你有意思无？咱到底来安怎？这是伊主动的部分，对，这是伊主动的部分。啊，这大部分唔是啊，大部分是两个大党因要主动要提的嘛。你不能比如讲健保，你是要放互伊倒遐？还是劳保，你要放互伊倒遐，无可能嘛？无可能。对，你一定要处理嘛？啊，你要处理，你要用啥物办法？啊，你的办法看要民众党有要甲你同意无？哦，啊是你要决定去正经先来找民众党协商看卖，讲恁有啥物办法？拜托。恁的办法放伫阮来，阮即马提安尼。哦，你若说讲袂使，哦，啊有啥物新的办法有无？你若说有，我甲你放入来，哦，咱来做伙，咱两党来解决健保的问题。哦，这就是未来民众党要办，伊要扮演的伊的角色，就是安尼做啊。因为恁是大党嘛，恁大党，恁本来就比如讲，我搁讲一个少子化，啊，即届来选举来，大家拢有讲着少子化。哦，要话你补助啊，这要遐你看哦，你要补助遐济钱啊，增加的预算钱对倒会来？要加税无？若真无要加税，哦，啊你讲0到6岁国家养是吧？哦对无？你甲算看下，我爱增加偌济费用？哦，遐钱要对倒会来？讲袂使加税，前提是袂使加税啊，但是你0到6岁。一定爱国家养，啊，即马佫讲义务教育要往下延伸，哦，拢会这拢爱钱啊，这袂使，这毋是袂使做，这照讲这是应该做的，啊，拢爱钱啊，啊，钱对倒会来，啊，劳保我头拄讲，劳保嘛爱钱啊，健保嘛爱钱啊，但是咱。就这个议题来讲，对民众党来讲，伊主动提出议题，不如等因提出来了，再来一个一个。我头拄讲过嘛，因3月头拄拢讲着啊，你8席，伫113席内底，你才有7%尔，啊，啥物代志拢你来提办法，因3个举手就好，啊，拢互你讲去。啊，伊这个小党，伊为什么要安怎做呢？伊无必要啊，伊提问题就敢若咱头拄一开始就讲过，伊即摆一开始就甲你提4个问题，吼，咱来做这4点，好无？啊，问因大党嘛，好无？恁赞成咱就来做，无赞成，啊，伊就负责叫牌就好啊。就是嘛，这小党的代志。我感觉未来这种的足歹做的啦。我讲上简单，拄啊老师讲的劳健保啊，
劳健保的解决一定东西要加钱啊，你要增加保费嘛。民众党空的，讲我赞成增加保费，没嘛？我也是讲你民进党家己来杀吼，啊看我要同意无？啊要唔过你要让想啦吼，包括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补贴劳健保的钱，补贴中油、补贴台电的钱，你这种医生未来都未真困难过干吼。所以你民进党就要家己想办法，你家己要搭这物件啦吼，看人要同意无？你无可能人主动来讲哦，劳健保费要提高。迄就无可能的代志，吼！啊，另外未来国会吼，就是讲，你起码我拄啊讲过人事权这部分吼，民进党都会真忝啦，吼！原来基本上是要什么人就什么 ，NCC 是谁就是谁，中选会是谁就是谁，吼！啊，大法官会议解释也，民进党从来不会违宪，吼！未来的无叫好康啊啦！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是未来最大的改变。国民党他们你说立法院没有办法增加预算之一啊，所以你不可能帮他多撒钱。但是我把你几个地方抠住之后，你未来国家的政策很多东西，因为其实这一次的三个总统候选都一样啊，都不断的在开支票，都在撒钱呐，但是你这些支票将来要兑现哦，拢加困难啊，佮袂使加税哦，对啊，也对，所以你刚刚去改但是往好处想啦，因为。民众党伊即摆，咱先讲坏处来讲，就是讲，民众党伊即摆就是甲自己当作是强力的在野监督党，所以不但民进党没有监督，国民党嘛要监督。伊即摆变成监督你国民党伫国会有迄个裁调去监督民进党无，所以伊即摆就是螳螂什么捕什么捕财，嘿啊，黄雀在后，伊即摆用这个角色，所以伊不断的伫咧凸显，所以未来其实卖讲民进党歹做，我感觉国民党也最辛苦的，因为变做是伊做无好，民众那个扯个干掉啊，一直凸显来讲国民党无效，有54个，可能有哪无咧，所以伊这是伊的一个角色。但是往一个好处想，咱就卖讲排除，嘛是有好处啦。好处就是讲，我认为啦，未来一寡对于一款过去一寡无啥敢通过，比如讲居住正义的法案，会冲较紧。为什么？因为你即摆无法度啊！你过去国民党、民进党拢有一寡包袱伫的，你无法度担这个责任。但是伊民众党伊无差，伊就是黑白冲。啊，伊若黑白冲，但是即款比如讲居住正义的政策要调高房地，比如讲持有税这款政策的时候，你若无爱搭，你民进党无爱搭，伊就甲你骂；你国民党若无爱搭，你就颠倒。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到时阵这两大党就讲，人拢毋是我抬，拢因来叫我落来跪安尼。对，但是因为伊伫遐抢，正人歹势哦。对，即系讲更凶歹势啦，毋是我的代志，因为民众拢是伊啦，拢是伊。对，所以伊用这个方式啊，反而伊会凸显伊是正港的改革者啊。这因为伊另一个方式，伊的选票结构基本上就是迄20岁到40岁迄600万票，伊即摆就最后这600万人看讲，你看我帮你们把关，我帮你们保持居住正义，我帮你们加，比如加薪水、加基本工资，所以伊未来伊的角色就是这块。啊，无法度，因为你即摆就是因为3党不过半，所以伊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讲往好处想就是讲，对这寡少年人来讲，未来的这寡国会法案吼。比如讲，咱讲一个，民众党即马要推人工生殖法案，吼，就我100%赞成。但是国民党也民进党伊拢伊会包袱伫，吼啊，所以因过去对于这人工生殖法案，伊有一寡研究，即马民众党伫遐冲，啊，你若无爱处理，因为即马少年人，咱即马人工生殖是爱夫妻结婚才去处理对无？但即马即个少年人，伊想要伫baby，伊要生囝，但是伊无想要结婚啊，全台湾已经少子化，啊！你个不好意思，你根本就奇怪。虽然讲台湾是安怎，全世界生育率上低的国家，却拥有全世界最严格的生育法案。啊，这帮民众党底下甲你冲啊！啊，你要处理嘛？你要地无？你国民党爱地无？你民进党要配合无？你若拢不爱配合，啊，这个少年人就讲好，你看2党一样烂，又扣到民众党的立基的根础。所以民众党到底有什么政见？伊无政见，伊政见刚好一句话，蓝绿一样烂。伊就靠这招，伊就席卷300多万票，啊，有厉害无？所以老师安尼看起来，其实不管是哪个还是劣的，因必须要对这当中来选择家己会当做的物件，那么姿势要瞄准，嘛不见得一定是歹处啊。就讲往好处想，就是讲过去一寡法案，蓝绿拢有一寡包袱伫，即马等到有这个民众党底下冲，反正派人为做。大家配合，所以我对少年人来讲，这到时阵选举的时候，拢讲人拢是一台，不是我台，所以讲这嘛不是一个坏事，我会认为，因为我较早我家己无漕运出来，对于居住正义我是最在意的。民进党伫咧点回9合1大选，就是因为伊无通过伊个平均地权条例，所以大输。啊，这届虽然伊有通过啊，但是伤慢去啊。哎啦，就是伤慢。所以所以这块少年票，当初时出伊们一寡少年票，现在这个拢交互民众党，就是因为这寡代志。所以我讲，
未来即摆毋是歹事，因为讲年轻的法案、少年的法案有过以后，少年人讲，哎呦，咱这政党其实嘛是关心咱少年人啊，因为你把他们的包袱给他拿掉。但是民进党人讲，不喏，拢是阮创的，因这开始去创啊。即摆但是咱大家做了以后，你提案，但是政府来做啊。所以你甲少年人讲，啊，若无政府来配合，无你提法，你8人是要偌高？所以安尼少年人嘛讲，哎对啊，即摆政府甲过去迄个无共哦，因确实嘛会照顾咱少年人，所以我讲不视为一个好事，就是讲未来看你要哪操作，但是重点就是少年人确实最重要。谁丢掉了少年人，谁丢失了少年人，谁就丢失卖公监管，你丢失了一整个世代。郭老师是，其实咱看到吼，其实即摆民众党遮个名称啊，过去是伫体制外，吼，伊毋是伊伫街头。即摆经由立法院内底，咱外界就去看，你到底要提出啥物政策出来，还是讲你干那当去监督执政党，还是监督国民党安尼尔？这部分我是感觉是有一个好的所在，因为咱看到其实吼。过去哦，遐进步力量内底，其实伊有一个足大特色，就是讲伊会去检验吼，你的信念啊甲事实中有偌大你看差别。这个差别内底，伊就当讲伊有偌正义的这个情形。但是到底这个事实要安去执行的这个部分，这是这进步力量较无想要去关心的这个所在，也就是讲执政党的报复到底要安做，要安去说服这民众的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对在野党来讲，用讲的其实足紧的，但是你到底要安做这个部分内底，我伊总嘛讲着，其实伊就是去监督国民党、监督民进党安尼就好。所以这少年其实伫即届选举内底，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你来讲啥，伊拢知影。即不管你来讲居住证也啥物，伊拢知影。但是伊就甲你讲一句，互阿伯好好做代志。啊，但问题是，伊要好好做代志，伊佫讲袂出来。所以到底用啥物方法要去做代志？其实对因来讲，目前无任何方案。这是我感觉这个国家目前较危险的所在，也就是讲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因爱提出因的方案出来，但是对这民众党，伊要提出啥物方案出来，咱看到伊即摆甲咱即几个即个部分，拢是原则性的即个问题。啊，若是讲咱一个国家内底一届要杀出一个法案内底，其实有几落清调，这个部分的时阵，对一个要排进程，对一个要排优先，这就是施政的迄款优先的顺序。也就是讲，咱即摆赖总统未来要施政的时阵，伊要内政优先，还是对外即款对外防疫，咱看到其实赖总统当选了后，迄个懦弱就随甲咱断交。这两方的关系内底，咱自我防卫的这个力量，到底是国防较重要，还是讲内政这施政较重要？这就是有排序的这个问题。但是对民众党来讲，这拢足重要。这讲起来足简单，问题是你咧讲的时阵，这8个委员会内底，其实重点就是交委了后，后壁政党协商的时阵，到底这个协商内底啥物法案要提出来？其实咱看来过去内底。不管是时代力量也好，还是这小党也好，伫政党协商内底，拢会当摕到因想要摕到的物件。但是咱即摆较烦恼的是讲，会亲像过去安尼，亲像这个郭文德伊兵起兵落，到时若是兵断的时阵，就指责讲啊，拢是你主动，啊无爱互这个物件过去。所以咱看到讲，到底政党协商了后，我都杀出啥物法案出来，这较是重要。2读、3读，这是已经后壁的部分了。哦，这若是政党协商哦，即摆是2大党，啊甲1小党，咱人家讲2大1小吧，还是2大1中？即摆讲起来应该是算做两大1中啦。啊，虽然讲伊即摆国会内底人数差者，人数差，但是伊总统的票300几万呢，伊300几万总统票，所以老师你认为呐，一旦进入到政党协商，因会讲话。嘛是算作有力，啊，必须要被采用嘛。我安尼讲，那有力无力就头拄互你咧讲的啦吼，互你讲即摆民众党是足晓歹的吼，那跟你个看庭，那敢若做老师的吼，伊拢出题尔吼，互2个大党来提答案吼。小党本来伊的角色就是安尼啊，迄就敢若阮伫校咧做老师哦，咱咧做老师，阮出题就好啊，阮无可能讲我出题，我去顺续替你写答案，无可能。对不？伊即摆7成尔，
伊即摆要做的就是我不断甲所有的问题甲你讲出来，吼，讲出来，等你去解决啊。咱台湾要咱面对问题足济，迄有影，毋是讲咱头拄讲迄几项尔，足济代志，啊要安尼排伊的顺序，吼，每一项代志拢真重要，但是我要排偌济钱来做，我有偌济钱，我毋是我钱嘛毋是变出来，哦，我要迄顺序要安怎排，迄是。恁大党的代志嘛，这就敢若咱一个家庭内底，少年人做囡仔的吼，不管伊几岁啦，你讲甲因老爸老母讲，无咱马上要放寒假，无咱来日本佚佗一个，吼，啊因爸爸妈妈讲无钱呢，啊无钱对囡仔来讲，来讲无钱是恁做爸母的代志，无要啊，我去趁钱哦。少年人就是安尼啊。但是老师，那即马三党看，你看伊年龄分布都是安尼啊。但是毕竟民众党嘛是一个政党啊。是啊，伊嘛必须要提出，伊要求的嘛要相当性，靠合理啊。唔免啦，恁即马要提办法啦，你要找小党哦，啊你要分管理的时阵，迄阮大党哦，阮50外席。哦，啊这有得差。